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生一只船载278个人煞冰船的事件，至少有78个人死亡，目前救出58个人，还在搜救失踪的旅客当中，死亡人数可能会搁再增加。这只船是要挖码头的时阵，熊熊变过，有真侪旅客拢跋落水。当地官员表示，可能是因为超载才冰船。 这只顶个站拢客满人的船，要驶向码头，还有100公尺就要靠岸。在驶过程当中，船身向开始出，角度愈来愈大，驶去真紧，规船拢变去，大部分的乘客拢被船身嵌在水底。 来接船的亲友看到事正着急，也无好有感。最后船难发生，这志愿者家属悲痛表示，家己未晓受水，干能目睭紧紧看真侪人淹死，得救的人煞真少。有愈来愈多百姓为避免经过政府军甲乱打支持的叛军3月23运动，交会频繁的道路，选择坐船穿过基我河北平，去北基我省首府果马。真侪路因为战争封路，也互百姓真失望。 Guvernema iko naona gisi barabara inafungiwa, hivyo ni consequences za vita. 当局表示，这只船为南基我省的米诺瓦港出发，超载造成船难，而且船顶无充足的救生衫。官员常常警告唔通超载，也讲违反规定就要重罚。不过，真侪人为边远地区来少少速度应通过，所以负担不起交通费。公司新闻，恩文玲报道。